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在今天的晚上一起来祷告。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就如我们等一下要唱的诗歌一样，我们需要每天来祷告，因为我们需要每一天有从上帝来的力量。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开始。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再次从头来，我们一起来用这样的诗歌成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见证人，特别在这疫情不容易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更能够来活出上帝的见证，因为主耶稣是我们永生永恒唯一的盼望。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首歌再次成为我们的赞美。我们一起来拍手。有一位真神，他名
在镜头背后，我们都一起来祷告。这位主耶稣他升天之前，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一切都赐给他了，所以我们要去在万民当中为主做见证。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见证的依据是谁呢？我们能够活出盼望的依据是谁呢？是因为有这位让我们倚靠的耶稣，他为我们付上代价，流出宝血，让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一起来唱。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时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印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纵使人失信，但神总是信实，他让我们有信心，一起来依靠他。虽然我曾有时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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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价的宝血印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修复一切，再次离远。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修复一切，再次离远。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无瑕疵的爱来到破碎的我面前，唯独依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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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你的血印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主耶稣，我们唯独依靠你，依靠你的宝血，才能够成为我们的遮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保护，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平安。主，在这疫情严重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都惶恐不安，我们需要依靠你，唯独依靠你。
这些世上的事物有一天都会过去，但你是永恒的、长存的。主，我们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用祷告向神来祈求，求他的平安，求他的保护，求他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让我们用敬拜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来悦纳我们敬拜，成为你的宝座，你一起与我们在这边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同来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2、3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天父必要成全。我们要一起来看在《思念神的名》这本书。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买这本书，我们可以翻开136页。136页在讲雅卫夏龙，就是主是平安。其实，在英文的 peace 这个平安是指没有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或是指内在的一个平静哦。但是小龙它是一个希伯来话，它包含了这2个意思之外，它还有整体、完全、完整的话语、完美、安全，或者是有满足等等这些的意义哦。所以弟兄姐妹，小龙来自于有上帝的同在，这样的一个和谐。那这样的一个果子就能够帮助我们与人之间的和谐、丰盛、健康、满足、坚固、完整，还有安康。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很紧急的时候，今天我们都知道指挥官把这样的一个全国的疫情提升到第3级。第3级的意思表示什么？表示室内聚集只能够5个人，室外10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向这位是平安的主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一起来祷告。那当你向平安的主来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是像这样是平安的源头在祷告，所以你可以领受他从他来的一切的平安，即使你是正在那种患难或者是内心非常的恐惧的时候，因为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所以他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本书，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要看几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为什么要祷告，有什么是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一起来。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直到如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祭坛，就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这位是平安的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什么是让我们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疫情不断的升高？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一起来。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迦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
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一开始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难怪百姓会遇到这些的灾难。最后说，上帝要提醒他们不要去拜这些偶像，不要跟从他们，但是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所以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哦。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内刚不久是妈祖的绕境，从妈祖绕境完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些的天灾不断的临到我们当中，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哦。第一个，我们要认罪悔改祷告，除掉这些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障碍，让我们的祷告能够畅通无阻。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为百姓不敬畏上帝、不认识上帝，去敬拜偶像，得罪上帝来认罪。第二个，我们要为生命当中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使你不能够享受上帝的平安，任何的这些的行为模式，我们为这样来认罪。第三个，我们要为任何担忧、焦虑的习性来认罪。是不是你看了这些的新闻，每一天就盯着新闻，心里就开始了恐惧、害怕呢？我们要为这个来认罪，因为不相信上帝有赐平安的能力，所以我们为这个来开口来祷告。我邀请线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这些可能我们其中是犯了其中的一项，我们需要来祷告，需要来认罪，因为我们信靠这些的消息，或者是担忧这些消息，比信靠神还超过。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为我们的罪来认识。主啊，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的百姓敬拜这些偶像，主啊，我们就看到我们面临的许许多多的灾难，我们面临着疫情不断的扩延。主啊，我们恳求你，我们同心来呼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说我们若认罪，罪人你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的怜悯。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跟认罪。主啊，我们百姓不认识你，去敬畏人所造的这些偶像。主啊，当我们没有跟他们传福音，我们没有向他们来分享这福音的时候，这个祸患也是临到我们。我们面临这样的疫情不断的升高，不断的传染，已经影响到我们能够平安度日了。主，你的话常常在提醒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主啊，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呼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百姓不认识你去敬拜偶像的罪，赦免我们可能平时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是让我们不得享受平安。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看完了新闻就不断的焦虑，失去了平安。
我们的焦点只在这些的消息新闻上面，我们忘记了回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可能不相信上帝你可以赐给我们平安的能力，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求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罪，除去一切我们跟神之间这些的障碍。主啊，让我们好好来敬拜你，好好来向你呼求，好好来领受你所赐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第二，我们要进入到赞美的祷告，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赞美。在苦难当中，在我们面对很多的不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赞美。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不听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就要面临这一些的苦果。但是上帝的话也预留了如何提醒这些百姓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哇，诸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神向我们彰显的时候，他应许说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虽然你微小，虽然你觉得你很软弱，但是当上帝应许你要与你同在的时候，他就给你有大能力，就好像他给基甸说：我给你能力，要打他们这一群人，好像打一个人一样。所以我们一起要来赞美主，要赞美这位上帝因为他是有大能的拯救者，他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这些的疫情、这些的疫病，因为他满有恩慈怜悯，他看见这些百姓在那种困苦当中要收成了，结果被抢夺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这样？在这个疫情当中，你要收成了，但是被这些疫情所抢夺了。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主，他是有主权统治万族万邦的，他也要赐给你平安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患难当中，在这个惊恐害怕当中，也要给你平安。我想上帝也透过这一些的管教，特别要提醒人要回转来归向他。所以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即使在这样的恐惧当中，我们开口来赞美吧，我们开口来祷告吧，赞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有大能大力。主啊，你有恩慈良善，你是信实的，你是怜悯的。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我们要宣告你的主权要临到万族万邦。哈利路亚！主，我们宣告赞美你是赐下平安的主，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慈爱，赐下你的管教。
造是你所创造。主，我们最美的，主不只是人，而是这个人是主你所造的，是主你所爱的。主啊，如今，主啊，这个国家上上下下，主啊，从今天下午的宣告，主啊，我们已经进入第3级的这样危难当中。主啊，我们受疫情之苦，主啊，我们又没水，很多时候又没有电。主啊，我们没有了这一切，我们能够求告谁？主啊，你自己来。主啊，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主啊，今天经文我们看到基甸在那个痛苦当中的时候，主你竟然主动，主啊，你是个主动介入，你派那使者，主啊，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主啊，你就是定义要来爱台湾这块美丽的宝岛。这块宝岛是因为美丽，不是人，不是我们的环境，不是这些海啊、山啊、水啊，不是，乃是主你看中这块土地，你就要拯救这块土地人，你管定了。主啊，你就是要救赎我们，你要救赎我们到底，以至于我们这里是宝岛，我们这里是一个福音。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就像你今天透过基甸再次告诉我们，主啊，我们或许心里有很多说不出口的，甚至很想问你，就像基甸要问那使者一样的，何以主啊，你若有大能的手，如何让台湾陷入这样的困境？我们不是去年你带领我们走过这些困境，今年何以让我们一下子报到这么大的疫情？主啊，你还在吗？主你在，主啊，你一直都在。就像基甸向你发出疑问的时候，主啊，你斩钉截铁的跟基甸讲，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这些问题，只要仰望神。神的作为，看这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只要一个人，神呼召我们今天家的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就像基甸一样。主啊，虽然我们只是一个人，但是主你却要用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你说，主啊，我愿意。虽然我们心里软弱，但是当我们仰望抬头看到你，主啊，我们就只有十足的盼望，因为主你已经赐下平安给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只要我们回转来归向你，谢谢你再次告诉我们，主啊，你掌权，主你管定了，主啊，台湾这块土地所有的问题在你那里都有答案。主啊，我们所有的困境，主你都有福音，你都有办法要赐给我们。谢谢你，这块土地真是美丽的宝岛，因为我们有了主你，我们就有十足的盼望跟喜乐。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没有错，在困境当中有福音，有神的同在。当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神的同在就会带来智慧，带来一些的策略。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说。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我们赞美、我们敬拜、我们仰望这位与人同在的主的时候，
他就赐给我们智慧，如何让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就充满在我们当中，也印证了神的这样的能力要帮助我们。我们要为国家来祷告，特别是让我们在上的掌权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为在上掌权者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弟兄姐妹，你希望平安度日吗？你希望能够平安的经过这一些的疫情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严重严峻能够消除，能够降下来吗？我们要为着全国这样疫情的升高，然后求主来帮助。他如何帮助基甸，如何帮助以色列人？我们也宣告说，他必帮助我们止住这一些的疫情不再蔓延，也使我们的一些民生、医护等等各项的资源不缺乏。因为我们现在面对了一些的缺乏水，所以过不久我们桃园可能也要有这一些的停水的因应的措施。所以我们真的要祈求主降下他的恩雨，让我们在缺水当中得到他恩雨的滋润。最近我们也看到，本来说不缺电的，但是一些的操作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用电高峰，所以导致我们看到民生断电了、缺电了。求主给这些主管机关有好的因应的办法，特别我们为了两岸的和平，我们一方面要面对疫情，我们一方面也要面对对岸不断的这些骚扰。我们恳求神，让我们执政掌权的真是有智慧来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不要把我们带远离神。我们开口来祷告，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一起来为这个国家、这块土地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里面来祝福这块土地。求你施恩施福，让我们的执政掌权的有智慧，在面对这疫情的这些的政策、防堵，或是怎么样去解决。主啊，求你怜悯这块土地。让所有的这些的政策、这些的资源的运用，怎样分配，能够安定民心。主，我们恳求你，恳求你怜悯，恳求你给我们总统、文武百官、政事中部长，给他们有智慧，面对这个更严峻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解决的方法。我们缺乏这些疫苗，求你帮助我们很快的能够有这些足够的疫苗供应。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实就在今天的晚上，我们要向你来认罪。主啊，如同旧约先知所说的，主，我们就活在这罪恶当中。主啊，你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挽回我们。主啊，我们真实的要说，我们真的很有限。主，当我们看见这些缺乏跟软弱的时候，主，我们真实要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是得罪了你，我们真的是看自己过于当看的。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要寻求你的救恩。主啊，你是为我们预备救恩的主。主，你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是你愿意用你独生爱子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为我们流出宝血换我们的生命。但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更是要来问，为什么我们跟随你，我们仍然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或许就像保罗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有什么样的事物能隔绝我们跟你的爱呢？是我们的愁苦吗？是我们的缺乏吗？主啊，就像保罗，你所爱的儿子，
他在自己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最后得到的结论，或有余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像保罗一样，我们就是主你的见证人，我们更是要举手为这个国家，为这块土地来祷告。主，我们缺的是电吗？我们缺的是水吗？还是其实我们缺的是一个爱人的心，是一个怜悯的心，是一个公义的心，是一个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心。主，谢谢你的恩典，透过在这疫情当中，特别在今天的下午，你透过疫情更是让我们看出自己的信仰是什么样子，更是让我们明白我们要跟随的永恒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主，你预备恩典，主，你教导我们，我们在这世上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主啊，求主你持续的来带领我们。我们真的要说，我们不知道，不会，甚至我们心里有诸多的不愿，但是主你都知道，你知道我们的心，甚至你为台湾预备，从过去预备到现在。主，我们更是要为我们执政掌权者来祷告，特别是陈时中部长来祷告。主，你看见，你看见，你看见他的需要，你看见他在这个时候各样的回答，各样的处理状况，各样的心力交瘁。主，你看见。主啊，恳求主你来扶持在台湾执政掌权者的手，让他们有从你来的智慧，有从你来的爱，有从你来的公义，能够带领百姓真的是活出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生命。主，我们更是要为台湾现在所遇到的缺水跟缺电来祷告。主，我们并不明白现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们知道，主你的人掌权，你掌权在这块土地上，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你的心意。主，我们也要为两岸的和平来祷告。主啊，在这当中，人的手好像以为能够掌握一切。主啊，我们好像一直在那个威胁跟恐惧当中。主，但你是胜过威胁和恐惧的神，你带领我们有一个跳跃的眼光，有从你来的眼光，来重新看这样的事情。恳求你帮助我们天天寻求你，好叫我们真实活出你创造我们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面对这样的疫情，可能我们内心有很多这些的恐惧，一些的不安，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说：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近面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弟兄姐妹，上帝的话也告诉我们说：你必不至于死，不要恐惧，不要害怕。这礼拜牧师有分享这样的信息，我们常常在内在有一些失去的恐惧，失去一些我们可能打拼来我们周遭的亲人这样的一个恐惧，我们有失败的恐惧，我们对于未来我们不知道如何这样的一个恐惧。但是主耶和华对基甸说：不要害怕，不至于死，我要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神的怜悯了，所以我们要为了今天我们站在这块土地，面对这样的一个灾情的时候，我们要为
肢体来祷告，面对消息的发布，你是不是心里惶恐不安，甚至开始忧郁？我们也看到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些的学习。今天宣布了全国提升为第3级，表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不能到学校上课，所以他们要在家线上的学习。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的不便，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出入，可能要外出工作，会担心害怕，我坐大众捷运、公车会不会受到影响，受到疫情的传染，心里就极度的恐惧。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看到很多商店必须要被迫关门，没有办法做生意，所以为了工作，为了经济，求上帝怜悯，在缺乏当中，主依然来供应，给我们有好的方法策略、因应的措施，为了家庭不受到疫情所影响，因为很多就在家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不能够上学，在家里面，也有可能孩子就被罚站在那边，因为可能太吵闹了。我们看到会影响到家庭的这些的和睦的关系，可能你正面临这样的一个患难、困难，你的困境，神都知道，神要把平安赐给你。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为在收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有平安稳妥的心，因为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平安给你，耶和华要与你同在。如何向基甸来宣告说你必不至于死，你要有平安，他也要宣告说你也要有平安。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奉你名一同来宣告，主你的同在带来你的平安，主你是平安的主，也是平安，是与我们同在的，你不是降灾祸。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内在是很恐惧，听到3级的疫情发布，我们就心里非常的惶恐，导致我们可能在家里，在整个这些和谐的关系被破坏了。哈利路亚，我们恳求你，呼求你怜悯我们，赐下你的平安稳妥的心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然后我们祝福，然后出入平安。你用你的恩典成为保护网，护卫着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恳求你。哈利路亚，让我们也不在你，不在于这些环境。哈利路亚，让我们信心能够提升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我们奉你名来宣告，主你是平安的主。哈利路亚，谢谢你，我们恳求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没有办法进入到人的心中，主要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家庭当中。谢谢你，耶和华沙龙是平安的主，你是赐平安的源头，你是赐一切福气的源头。所以在我们特别面对这一艰困的环境，可能我们每天盯着这些新闻，下午2点的时候，我们就坐在电视机前面来等待，今天又几个了，有没有降下来？那种内心的惶恐不安，主啊，你是知道的，你知道基甸的内心，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今天消息一发布，全国我们相信有很多人心里更惶恐、更不安，更引发这些的忧郁、恐惧。恳求主捆绑这一些的恐惧、害怕、不安离开我们内心，因为你所要赐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因为政策的宣布
让许多这些孩子要在家线上学习。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让他们在家的学习也不受搅扰，不受影响。特别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疫情带来了我们工作上、经济上收入的影响，我们为每一个家庭经济工作受到冲击的，求你自己来帮助、来供应，让他们能够面对经济的危机的时候、工作的危机的时候，有主你的同在。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整个家庭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的影响，造成这些的关系的破裂。你是使人跟人和睦的主，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是赐平安的，你是丰富我们内在，即使我们是在那一直缺乏或者是担心害怕当中，一旦有你的同在，我们就能够平静安稳。谢谢主，我们更需要常常的祷告，每一天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因为有你的同在，以色列人脱离这些仇敌的攻击；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必脱离这些恐惧、害怕的仇敌，要离开我们。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赐下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一起来宣告圣经中有哪些的应许哦？我们一起来宣告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感谢主哦！这一些的经文好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上帝的话语里面，圣经里面有好多上帝要给你的应许。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去读，你就不知道；如果你去读，然后用信心来宣告出来，你就能够成为蒙恩的人，有享平安的人。我们要一起用这段的祷告文一起来宣告说：我倚靠圣灵的大能，要活在主的同在中，活在平静安稳中。我与主、与他人、与自己都要活在和睦里。我们要得享真正的平安、丰盛、和谐、安全、健康和满足。不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动荡，瘟疫如何流行，我们都要因为主的同在而享有平安与盼望。感谢主，我们要来回应神的话语。神有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耶稣是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为
要你开口，耶稣，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呼喊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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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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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祷告会就在这里，我们一起继续来祷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主是平安，他要与你同在。如果你在家庭有彼此收看的，你就跟你的旁边说：主是平安，主要赐给你平安。主是平安，主要赐福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